讲到网络资讯是走真紧，险啊就会缀袂着阵，而且囡仔吸收新知识、接触外广文化方式是真多元。不过，伫咧网络顶头，却是无啥囡仔影片是用台湾文化做主题，就一个团队用台湾各县市的特色来做创作，唔但互囡仔容易了解，甚至还佫无语的版本。街仔路足热烈的，有乐队，有艺歌，阁有人咧闻歌吹。用台语讲家人放水顶的传统文化，搭配古水的多样，要互囡仔了解台湾的在地风俗。制作团队为台湾的角度出发，唔望台湾囡仔了解生活中的文化。主题咱就是讲台湾每一个县市，咱拢爱做一集。像咱这本就是讲家人这个中元节，伊有一寡祭典，足有特色的。新小界家人中元节祭典，所落来也有屏东客家主题、花莲原住民文化和婚林布地戏单元。团队杀出来影片和有声册，冇本土语言的版本。小长官讲，制作上加真困难。咱原底讲的华语要翻做台语，也是这个客语，伊的用的字，也是用的字，拢会无共。这你就无法度用华语去交换，伊一定爱问过专业的老师。虽然制作过程辛苦，但团队收到不少鼓励和肯定。推出之后，大家反应都很捧场、很热烈，还甚至还问说他可不可以上架到什么更多平台，让更多小朋友听到这么用心的有声书这样子。成果受到大家肯定，团队咧执行的时阵，嘛对家己的母语有个较深的认同。就连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讲台语，可是他跟我们讲话就会自动切换成中文，我就觉得很可惜。如果那个时候是推广大家学台语、学母语的话，我说不定就可以跟爷爷奶奶、跟长辈很流利的聊天这样子。为故事内容，红仔设计声音传达下功夫，希望建立囡仔的文化认同和公民素养。未来团队会继续制作其他县市的文化特色，唔望台湾的囡仔看过了后，有法度了解家己国家的文化和故事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